看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了？下面有没有人了？哎，来，逃避！还有人吗？来，让！我这边有。啊。是怎么的吗？一个骑电动车的，还有一个轿车，一辆电动车跟一辆相撞的。车子里面有没有人了？没有被压住，电动车没有，小电动车刚刚120应该给他拉走了，就是汽车掉到河里面去了。我靠，这汽车都开了，不能搞能啊！那你这可以他妈搞我这通的。